女儿马上就要生了，可妈妈让她吃点止疼药，然后便去上班了。女孩来到房间，疼痛感使她趴在地上，艰难地从桌上拿把剪刀，就在准备去卫生间生产时，突然看到妈妈的手提包，于是一个想法浮现在脑海中。第二天，警察接到有人报警，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堆中，红色包里有一名死婴，这可把他们吓了一跳。随后将死婴带到国搜科鉴定，法医首先进行拍照分析，经鉴定女婴性别为女，体重只有 0.7公斤，身高长度为17厘米。由于宝宝体型较小，可能未满正常周数，而全身又呈现赤红色，判断为窒息而死。为了进一步判断死因，法医戴上了放大镜，看到脐带切面很粗糙，很明显并非医疗剪刀切断。初步判断婴儿生产点不在医院，而是在其他地方。宝宝的手脚都呈现奇异弯曲状，这表示他是藏在母体腹中长大的。原来当母体否认或者不想怀孕时，婴儿就会采取这种生存策略，所以在临盆前，母体肚子都不是很明显。接下来就是肺俯仰实验，如果胎儿有呼吸过，那么肺部在水中会浮起来，可结果这也就说明宝宝是胎死腹中后才分娩的。那么胎盘去哪了呢？与此同时，女孩坐在阳台上准备寻死。很快救援队赶到现场，消防员破开密码锁后，小雪率先走进去拖延时间。他们也在下面布置气垫。女孩让小雪传话给妈妈，虽然父母无法挑选孩子，可孩子也一样无法挑选父母。而此时，消防员准备从楼上展开救援。小雪看到一只脚后，让她还是亲口对妈妈讲了。就在女孩分神之际，巨大的冲击力导致女孩受了很重的伤，很快就被送往到医院。第二天，孔明在垃圾袋里找到了胎盘，并且还发现小票和信用卡。根据信用卡信息找到了女孩妈妈，女人也承认这个包是她的，可前几天已经丢失。他们感觉这个女人才是孩子的母亲，于是便采取了她的 DNA。很快结果就出来了，俊浩告诉她并不是孩子亲生母亲。就在女人拿着包准备回家时，俊浩再次说道사사나 외할머니 되시거든요. 뭐라고요? 当孔明拿出资料一看，才发现正是今天跳楼的女孩。女人也傻眼了，因为她的女儿还是高中生。为了找出孩子生父是谁，他们再次找到女孩。经过小雪一番开导，女孩写下了5位同学的名字。警方很快锁定5人，经过采取 DNA 样本，可结果没有一个匹配的。那么孩子生父到底是谁呢？校长这时告诉了他们一个重要消息，那就是小雪班主任。平时两人走得很近，当他们找到老师时，老师说他和女孩没有那种关系，并且以他们没有搜查令拒绝采样，这让他们很无语。直到这天，救援队那边也发现一个重要线索，当时去救女孩时，发现本该开着的门自己又关上了。根据关门的速度，很明显不像被风吹。经过技术科这边进一步验证，发现有个人影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人还躲在房间，很明显这不对劲。于是他们再次怀疑是女孩的家人。为了采取他们 DNA， 俊浩来到图书馆，趁女孩哥哥上厕所时，拿走了他戴过的耳机。接下来就是女孩爸爸，他们跟着男人来到食堂，而勺子就是他们的目标。结果餐盘被同事拿走了。这时又看到男人正在喝水，他们以为机会来了，可结果被食堂大妈抢先一步，丢进垃圾桶里。采取 DNA 再次失败。出来后看着男人越走越远，他们也准备放弃了。就在这时，哎，그렇지。就这样，他们成功采取女孩父亲 DNA。随后将2样东西交给医生，可结果还没出来，国搜科打来了电话，表示女孩跳楼那天，他们一家人的手机定位结果出来了。俊浩让他将结果发过来。1小时后，他们来到女孩家中，俊浩告诉女孩，上次他写的5个人都不是孩子生父，并问他为什么要撒谎。성적이나 확 떨어지라고요? 原来上次写的5个人都是成绩优秀之人，因为他的妈妈只在乎他的成绩，从不关心他的身体，所以就连他怀孕也不知道。只有让那些学习好的成绩下降，他才可能是全校第一。妈妈刚想站出来道歉，这时孔明又将照片拿了出来，说女孩试图自杀当天，她并非一人在家。尽管警方、消防全体出动，这个人也躲在房间。俊浩将国搜科调查出的证据放在女孩哥哥面前，上面正是他使用手机的定位基地，而位置正是家中。妹妹一脸得意地看着哥哥，哥哥看着证据也愣住了，所有人都盯着他看。难道他真的与胎儿有关系吗？父亲带儿子做了结扎手术， 애 공부에만 집중하라고 시킨 겁니다. 可千防万防，他的女儿竟然怀孕了，还将胎儿放在妈妈的包内，遗弃在垃圾堆中。很快，警方根据胎儿信息展开调查，最终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女孩哥哥，因为他今年没有去医院复查结扎情况，并且妹妹出事当天他就躲在家中。哥哥见警察找上门，急忙说不是自己做的。浩凯问妹妹出事那天为什么躲在家中？ 제가 얼마나 사람 빡치게 만드는지 알아? 原来那天哥哥在认真学习，妹妹不断的上来挑衅，说他这些题自己用脚都可以比他做得好，气得哥哥一把将其推到床上，然后狠狠掐住他的脖子。就这样持续了几秒钟，突然发现妹妹情况不对，赶忙将手松开，可妹妹还是不依不饶，上来就给哥哥一巴掌，拿着他的书本跑了出去。哥哥见状准备打回来，却看到妹妹直接坐上了阳台，这可把他吓坏了。只见妹妹将他的书本从25楼丢下去，还有哥哥的铅笔盒。 내가 직접 떨어지면 어떻게 될까?
네가 밀었다고 할 건데. 哥哥感觉他疯了，突然听到下方警笛声，哥哥为了怕担责，索性直接躲在了房间里。 죽은 아기랑은 진짜 아무 상관도 없어요. 내가 미쳤어요. 可浩凯还是不相信他，父亲也指责浩凯是不是太过分了。可浩凯认为父亲也有嫌疑。很快，国搜科那边打来电话，所有人都陷入了紧张状态。 송재준 씨, 송민주 씨 두 분 다 사상아의 친부가 아니에요. 예? 그거 봐, 내가 아니랬잖아. 妈妈也指责他侵犯人权，怎么会有这种疯警察？父亲也决定起诉他。妈妈率先反应过来，问女儿到底这是怎么回事，结果被女儿一把推开。父亲见状，冲上前就给了他一巴掌，质问他孩子到底是谁的。浩凯也蹲下来问女孩，到这时还不愿意说吗？ 차라리 죽는 게 낫지. 回去的浩凯看着 DNA 报告，让他很是自责又庆幸，自责自己不应该跟着感觉走，庆幸的是这孩子与他家人无关。这时小雪又提供一个线索，死去的吴成与女孩在辅导班走得很近，从老师口中得知，吴成之前成绩都是名列前茅，不知为何成绩突然急速下降。随后他们对死去的吴成展开调查，由于尸体已经火化，不可能找到 DNA。 突然，浩凯想到了什么，于是立马拨打了小雪电话询问。从小雪口中得知，吴成生前做过阑尾炎手术，并且切除的组织还保管在医院 ，DNA 问题完美解决。浩凯也决定这是最后一次提取 DNA， 如果还失败就彻底放弃。这次他们决定用排除法，首先让同事在学校放风，说医院还保留吴成生前的阑尾炎切除组织，所以孩子生父很快就会浮出水面。实际上，看看能不能引出真正的凶手。这件事迅速在学校传遍，真是比狗血剧还狗血。 与此同时，浩凯来到医院，希望能让组织保管室一天不上锁。医生让他说出原因。토끼몰이 아시죠? 晚上，他们躲在一旁观察着，突然听到开门的声音，果然有人进来了。就在他要拿走吴成的组织时，浩凯直接冲了出来，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傻眼了。来的人正是学校副校长。他们问副校长为何出现在那里，副校长也是一脸的无奈。原来他之前和一个女人从酒店出来后，回到学校就发现那个女人竟然是自己学校的学生。 女孩更是拿偷录的视频作为威胁，让副校长将提前考试的试卷拿给她。这也是女孩每次考第一的原因。只有这样，妈妈才不会责怪她。所以那天听到要调取吴成阑尾炎组织时，副校长就萌生了一个想法，想到自己也做过阑尾炎，又不知道孩子是否是自己的，所以来到医院拿走自己的组织，想和吴成的调换。反正吴成已经死了，就算查到他是孩子生父也没关系。为了验证副校长说的真假，他们再次来到女孩家中，果然在床下发现大量的试卷。当妈妈看到这些试卷后， 才知道女儿的成绩都是假的。 임신했다는 소식보다 더 슬픈가 보네. 就在这时，浩凯接到国搜科电话， 친자감치 결과 나왔어요. 폰으로 보낼게요. 打开手机一看，亲子鉴定匹配成功。为了不想当妈妈的面讲出来，浩凯将女孩叫到房间，将匹配结果拿给她。当看到亲子鉴定结果为 99.99%， 而对象正是死去的吴成，这让他一下慌了神。 너도 몰랐구나. 原来吴成生前多次帮他补习考第一，而他却违背承诺，拒绝和吴成继续恋爱。伤心欲绝的吴成直接从楼上跳了下去，当场身亡。想到这些，女孩后悔不已。 제가 잘못했어요. 浩凯表示这些不是你一个人的错，如果不是家长逼得太紧，你也不会做出这些事情。可不管怎么说，一切已经太迟，一对父子的命就这样没了。